观众朋友，今年到冬也未做风台，不过今麦根据各国模式上新的预报，今年第一号风台蝴蝶可能会伫后礼拜来形成，也气象署是预测讲可能会伫后礼拜3暗时开始挖进台湾。最快是礼拜3晚上，然后卖点只是在礼拜4的这段期间，这个热带系统可能会离的台湾是比较近一点点，所以说这个热带系统的影响之下，所以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话，降雨的情形可能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。太平洋高压势力是有比较没有那么慢去减弱的一个情形之下，那它可能在台湾就是在北上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它可能会是离台湾的是比较近一点点的。气象署表示，风台咧行是受太平洋高压影响，风台的外强会越接近台湾，今麦变数也真多。另外，根据气象专家预测，风台蝴蝶咧行，顺太平洋高压边仔上北机会真悬，可能会挖进台湾，甚至扫对台湾来。要风台蝴蝶的范围恐惊真宽，那引进西南季风，引进西南气流，使到水汽会增大。